沙龍，大家兄弟姐妹們，在阿妹都好，我禱告隆重平平安安、快樂健康呀！因為上帝嘅恩典要在自家嘅心中，上帝耶穌基督唔是離開兄弟姊妹，所以自家世間嘅黑道唔是驚個土，唔是少個土，因為按當然講，呢一個世間行道唔係咁容易，世間行道在前面冇一個標田。一個社會冇一個標田，經濟冇一個標田，各樣冇一個標田，冇前途都錯。但係記得兄弟姊妹，自家嘅聖經講自家啲係簽年書23、18節咁樣講到，自家嘅前途一天都有嘅，自家嘅盼望唔是講冇係啊，自家做上帝人啦。所以你最享受最要頭，因為嘅聖經講自家啲，自家嘅前途唔是講無限，自家嘅盼望唔是講無限，前途一定有，所以自家前途一定有，盼望唔是無限，自家都唔是少個圖，因為自家嘅上帝講出嘅話都係要做嘅，上帝嘅話唔是失敗，永久要做，崩敗要做，驚嚇要做，到前面要做，因為自家前年嘅主都係耶穌基督。講出嘅話唔是講失敗嘅話，啊，所以自家唔是驚，唔是使兄弟姊妹們，我相信自家啲世間啲行動未มั่有生死，未มั่有問題，但係自家愛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交出本自家上帝，是能夠大家同齊，所以自家嘅心啊，是係仰慕上帝，自家嚟啊，有時間嚟親密กับ上帝，自家嘅嚟心仰慕佢嚟講。我相信嘅係恩典充滿落本自家嘅心中，自家一天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健康，得到嘅係快樂啊！因為上帝係本自家係享受嘅快樂，享受嘅平安，佢唔是本自家得到傷害嘅，因為嘅上帝恩錫兄弟姊妹們。Makanya sikap ngsigang yung姊妹們，你係咪要拔到平嘅？我禱告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透過佢嘅變相一個平和合，透過佢嘅能力一個平和合，透過佢奇妙手中，你摸出一各樣嘅平，都係和合，你得到身體健康。而你有問題嘅，我禱告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上帝開路本你，一個問題得到有個路，得勝嘅路，因為上帝。冇切條路，嘅嘅路一天都要，人人打得要路都係得勝嘅路。而一家庭上有問題嘅，上帝隔你同在，阿神亦係嚟到佢嘅面前嚟求佢嘅奇妙手中嚟能夠幫助自家。阿神自家係要遵服上帝嘅法，嚟聽佢嘅法嚟行，照佢嘅法嚟行，一天自家嘅家庭也係要得到平安，得到健康，得到快樂。感謝你主耶穌，今下呢個法都係到呢輩子，相信呢個法呢生在我哋嘅心中，永久都要。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我都感恩，我都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